現在係做顯學開學嘅左腳側身瞓啦，一樣係要收腹，唔好將個身向後咬。我哋會係做15下嘅，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。然之後將條帶咧放喺嗰個 ankle 個位置，拗柴嘅位置咧，可以咁講。側身瞓，兩隻腳都係直，上身微微向住地下傾落去，然後將隻左腳向天花板咁遞高，最好微微向後傾添。應該會感覺到個屁股側邊個位咧係冤嘅，咁就證明你做得啱啦。一樣係做15下，而家係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，做少咗一下我自己。然之後咧，反轉個身，你可以用隻屈個膝頭哥啦，屈左腳。咁如果你覺得咧呢條帶成日撐上嚟嘅時候咧，咁你就可以係將右邊嗰度咧放喺個腳板嘅位置，一樣係15下。咁可能係做多咗幾下呢個動作自己，但我哋係做15下，差唔多完成嘅啦。然之後咧，反轉身，右腳唔喐，然後左腳膝頭哥向住自己心口去，一樣係15下，仲有10下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，記得收腹啊！4、3、2、1。今次我哋做多一個動作嚇，我哋會係將條帶咧褪上去拗柴嗰位置 ankle 個位置，收腹，條腰咧係平嘅，然之後兩隻腳向外擘，做20至30下啦。最緊要咧係要將嗰個肚臍向住地下下面壓。